首先，請以合適嘅坐姿或者躺臥嘅姿勢開始收集。你可以將你嘅背部稍為拉直，雙腳同肩膊平衡，安放喺地面，或者平放喺地面上面。雙手好自然咁樣放喺大腿上面休息。請容許你身體其他嘅部分放鬆，讓你嘅雙眼可以溫柔咁合上。而家，請你將注意力帶到去你嘅腳上面，請你感覺一下喺呢一個部分出現嘅任何感覺。請你留心腳板同埋地面接觸嘅地方，嘗試用心咁去探索接觸嘅感覺。如果你着住一對襪，你可以覺察一下你嘅雙腳俾襪包圍住嘅感覺。又或者皮膚同埋衣物接觸嘅感覺。而家請你將注意力輕輕咁帶到去你嘅腳趾，嘗試探索一下腳趾接觸嘅細微嘅感覺。係溫暖嘅，定係涼快嘅呢？係乾爽嘅，定係濕嘅呢？請你嘗試以一個好奇心去探索呢一啲嘅感覺。留心，你係咪可以感受到左腳嘅腳趾之間嘅感覺，右腳嘅腳趾同其他腳趾接觸嘅感覺。而家請你將注意力擴展去到你嘅腳踭同埋腳眼。喺身體裏邊，你感覺到佢哋係點樣嘅呢？左邊同埋右邊嘅感覺有乜嘢分別呢？而家又請你將注意力慢慢向上移到去小腿，嘗試感覺骨骼、肌肉同埋皮膚嘅感覺。吸啖氣，呼氣。呼氣嘅時候，慢慢將你嘅覺察移到去你嘅膝頭哥。你嘅膝頭哥而家感覺到乜嘢呢？可能係接觸衣物嘅感覺，又或者有其他嘅感覺，可能係有一啲酸痛嘅感覺，又或者緊張嘅感覺，又或者係好舒服嘅感覺。請你嘗試留意住呢一啲感覺嘅變化，就好似你喺度聆聽住佢哋，欣賞住呢一啲感覺，每一刻
嘅變化。而家留心一下身體嘅重量，點樣傳送到去你嘅座椅上面，感覺住坐住嘅感覺，用心嘅感覺接觸，壓力、溫暖，感覺身體接觸座椅嘅地方，你可以覺察到呢一個感覺出現喺身體嘅邊一個部分。而家就你將注意力帶到去你嘅腰部、你嘅腸胃、肋骨、肺部，請你留心呼吸帶畀你嘅感覺，留心腹部同埋心口呼吸嘅時候，身體作出嘅變化，可以留意到吸氣嘅時候肋骨擴張，呼氣嘅時候肋骨收縮。又或者身體其他嘅部分同呼吸嘅配合，你又可以嘗試留意下，由吸氣嗰一刻開始，至到呼氣完結，留心整個一吸一呼同你身體產生嘅一啲嘅變化同埋感覺。你又可以嘗試覺察空氣好自然咁進入你嘅鼻孔，同埋離開鼻孔。空氣進入鼻孔，有涼快嘅感覺；空氣離開鼻孔，會變得溫暖。嘗試以一個好奇心去繼續覺察身體每一刻嘅變化。假如你發現自己分咗心，又或者腦海裏邊想起其他嘅事情，唔緊要，呢個並唔係一個錯失，你只需要好溫柔咁、輕輕咁將你嘅覺察帶返去呼吸上面，繼續覺察，一吸一呼。一陣間，我會響起鐘聲，請你留心聽到呢一個鐘聲，直至到鐘聲結束，你可以慢慢將雙眼打開。